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妙思慧言，我係思欣。適逢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兩位老英雄嘅故事，佢哋分別係李斌同埋關德。咁首先分享咗第一位李斌先。咁咧，佢以前咧係住喺彩虹嘅，不過因為舊年佢跌親啦，所以入住咗老人院，亦都離開咗彩虹啦。咁李斌咧，佢以前係東江中隊嘅成員。咁東江中隊咧係一支香港嘅游擊隊，專門去拯救一啲文化界嘅人士，例如文藝人士啊、電影業嘅人士等等。咁佢咧其實係喺大埔出世嘅。咁咧因為後尾要讀書啦，所以去咗深圳大鵬嗰度。咁由於佢屋企人全部都係參軍嘅原因，所以淨係得13歲嘅佢咧，佢就已經去咗做呢個通訊兵，亦都有第二個名叫做小鬼，負責喺唔同嘅隊員之間去傳遞信息。咁咧，由於以前係冇電話或者任何通訊嘅工具，所以如果軍隊同軍隊之間咧要傳遞情報啊、傳遞信息嘅話咧，就會委託到呢啲小朋友將一啲情報寫咗喺紙仔上面啦，貼喺衫袖入面，然之後咧就去傳遞嘅。咁由於佢哋係小朋友嘅原因，日軍咧都唔會多加懷疑。咁李斌有同我哋講過2次佢遇到危險嘅經歷。第一次咧就係有日軍咧去村內揾呢個游擊隊隊員啦。咁因為咧李斌係通訊兵嘅原因，所以其實佢係知道呢個游擊隊隊員大多集中喺西邊。咁但係咧佢帶領日軍嘅時候咧帶晒佢哋去東邊，令到佢哋完全揾唔到任何一位游擊隊隊員。咁最後日軍就好嬲啦，甚至攞軍刀刺刀壓喺佢條頸上面，逼佢講出嗰啲隊員喺邊。但係佢死都唔肯講喎，佢死都唔肯屈服。咁最後咧，好彩有村長出嚟求情，話李斌只係一個小朋友，乜嘢都唔知，咁樣最後先放過咗佢，就可以睇得出李斌係一個好有義氣嘅人。咁佢遇到嘅第二個危險嘅事故咧，就係有其他軍隊咧又要去截擊呢個游擊隊嘅隊員啦。嗰陣時咧，佢14歲，身上面咧有好多機密嘅資料、機密嘅文件等等嘅。咁但係咧，佢靈機一觸啦，為咗唔好俾人發現咧，佢就匿咗喺村長李王屋企嘅棺材入面，咁逃過咗一劫，好彩大難不死。經過2次危險嘅事故之後咧，佢亦都有參與內地嘅內戰，然後翻到香港之後咧，佢亦都有繼續做新華社嘅通訊員。其後咧，佢亦都有自己開過一間雲吞麵麵館做飲食業。李斌退休咗之後咧，就去到東江中隊香港老戰士聯誼會嗰度繼續服務退伍嘅老兵。李斌嘅一生都喺度服務其他人。咁目前咧喺香港海防及抗戰紀念館裏面咧，仲有佢嘅事蹟同埋口述影片，有興趣嘅觀眾咧可以去睇下。講完李斌嘅故事啦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就同大家分享下關於關德嘅故事。關德咧而家已經98歲，佢係住喺彩虹嘅紅鶴樓。咁佢以前咧係喺廣州出世嘅。咁其實佢屋企生活環境係幾好啦，佢爸爸咧係南方銀行嘅行長，亦都有錢可以供佢去私塾嗰度讀書。咁不過因為日本侵華嘅原因，令到佢嘅生活有好大嘅轉變。後尾咧，關德就去咗投靠親友，去咗韶關。咁嗰陣時係一場亂世，啲人成日都講笑話揸槍好過揸筆。咁所以嗰陣時咧，關德咧就去咗投考軍校、志願學校，咁去學習如何做一名合格嘅士兵。然而軍隊嘅生活對於一個就係得10幾歲嘅小朋友嚟講，都仲係好艱苦、好苛刻嘅。嗰陣時關德咧拎住嘅槍仲重過佢自己。佢嗰陣時咧就投考咗第65軍。佢有講嗰陣時咧係好辛苦啦，資源好短缺，佢哋食嘢咧都係唔夠食嘅。佢哋要去農民屋企去乞求食物啦。佢嗰陣時仲話有咩佢就食咩㗎啦。嗰陣時咧，佢哋係冇一個似樣嘅軍靴啦，亦都冇統一嘅軍裝。佢哋對鞋咧係用嗰啲草去編織而成嘅。佢哋嘅衫咧係攞嗰啲青色嘅布咧去拼砌而成嘅，亦都冇行軍床俾佢哋去瞓覺啦。但係佢哋咧仍然第65軍咧仍然係堅守喺呢個少軍嘅呢個關口嗰度。咁後尾聽從軍事嘅調遣啦，佢有去過長沙嘅部門嗰度去戰爭啦，亦都有調咗去徐州嗰邊嘅。咁其實嗰陣時就係得16歲嘅佢咧，已經成為咗帶領20-30人嘅排長。佢有講話喺一次長洲嘅戰爭，本身佢帶領咗36名士兵嘅，但係翻到嚟嘅時候咧，淨係剩翻6個人，其他人咧一係就死咗，一係就失蹤咗，年輕嘅生命咧就咁樣消失喺沙場上面。雖然咧關德就話其實佢係唔記得係邊一度嘅戰役啦，但係咧根據歷史，我哋見到咧國家有3次係同日軍喺長沙嘅戰爭，所以我哋合理懷疑咧呢一次咧就係長沙會戰啦。咁喺1945年嘅8月15號啦，咁抗日戰爭終於結束。
咁佢咧亦都俾人調翻去長沙繼續做警察。不過佢有講嗰陣時做警察係好有貪污受賄嘅風氣。嗰陣時有個現象係一級食一級，即係上級咧會克扣下級嘅薪金。咁但係咧，其實咧關德就冇俾呢個腐敗嘅風氣去影響啦。佢一直秉持住曲直辦案，繼續去仔細咁樣分析案情啦，亦都會恪守呢個忠直嘅本分。1948年，關德咧又跟住好多唔同嘅國民政府人員一齊撤退翻嚟香港，住咗喺調景嶺一帶。當時雖然咧有國民政府嘅少少津貼去作為生活嘅補貼，但係其實都係唔夠用嘅。唔少人咧都做住一啲唔光彩嘅工作。不過咧，關德咧因為有良好嘅人脈啦，所以咧佢就可以揾到一啲正行生意去做。佢話咧佢嗰陣時去生產一啲冷衫啊、毛衣等等嘅。咁後尾咧佢就退咗休啦，佢而家咧就同老婆一齊住咗喺彩虹村嘅。咁今日好開心同大家分享咗兩位老英雄嘅故事，關德同埋李斌。咁抗日戰爭勝利係好唔容易嘅，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感恩嘅心，多謝以前為我哋默默付出嘅呢一班老英雄。如果大家中意呢一條片嘅話，記住 like、留 comment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人睇，記住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同埋撳埋個鐘仔啊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